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6月13日，沙田黃昏馬星期六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6:00，重心嘅精選係第7、第10同第11場，第5及第9場為泥地賽事。第1場1000米新馬賽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禪聖閃亮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量子猴王，配呢個鍾奕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，第2匹5號紅月社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6，同埋6號星球勇士，配呢個艾杜拿初出馬。第2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爆熱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機械騎士，配呢個黃寶利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，第2匹10號健測精英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，同埋6號新強福盈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3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9號馬上贏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你知我寶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，第2匹4號心心星，配呢個希威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，同埋13號共創歡欣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3。第4場18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6號超開心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天蓬貓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，第2匹2號安可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，同埋9號盈妙星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。第5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文明戰士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威利非凡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3次第2，第2匹6號加州勇盛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，同埋9號中橫大興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第6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1號華麗再贏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浪漫老窩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，第2匹3號卓越善風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，同埋7號北極之標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3。第7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巴閉精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考眼光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，第2匹
7號非凡時刻配呢個金城江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同埋6號利高八斗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8場160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勁沙塵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千帆區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第2匹9號至尊高超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同埋3號包裝福星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第9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樂勝天下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2次第二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標之極光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2匹3號輕馳千里配呢個楊明倫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同埋2號熾烈神駒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第10場16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大回報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泰力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第2匹2號安高配呢個布浩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二、2次第三。同埋14號魅力之耀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第11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有形量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櫻花酒杯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2次第三。第2匹14號標之浩瀚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。同埋13號開心老闆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